行政院进前是宣布讲，学生停止到学校上课到休热，真侪家长拢讲线上教学的效果实在无啥好，尤其读国校1年还是2年的学生，若无大人来斗看顾，学习恐惊是对人袂着。台北市的教育局也咧规划讲，要伫开学之前安排一寡线顶的补救的教学。 囡仔居家上课已经够挂过，但是对一寡学生，尤其是国小1、2年的囡仔来讲，长时间坐伫电脑前，其实常常坐袂牢，效果嘛拍折。 我们在线上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小朋友，他明明已经是在课堂上参与，就是他也有加进会议室里面来，但是他就是完全没有互动，他可能就是课堂上的客人。伫国小教电脑课的蔡老师就表示，对年岁愈细囡仔来讲，线顶上课无专心，爱有大人陪同操作等等的问题较侪。嘛，因为台北市教育局有接到一寡家长来反映，烦恼囡仔的学习状况，市府规划伫新学期开始进前，会对国小1、2年的学生，先做1、2礼拜线顶课程的辅导，检视停课期间吸收的程度。 那我们也会请学校是不是针对在线上学习当中老师所掌握可能学习状况需要再加强的，或者是说在视讯上有一些困难的孩子可以在开学后能够利用一些时间可能在开学的前1、2周其实可以把课程再做一些的整理跟调整让孩子有一些的复习跟补救的可能。 教育局表示，因为各级学校开学了后，应该拢会有复习的课程，所以先针对国小1、2年的学生，先规划辅导，让囡仔对进前上过内容更加了解，接落来开学接读对着进度。记者陈阿文、刘水台北报道。